可是导演，你怎么没有叫年轻的玉云多垫几个兄弟？哇，还有好多粉丝哦，燕西啊、轩瑞啊，真的是好多死忠的朋友。可以，嗨，好，哦，好，真的戴起假发以后跟你真的很像，对不对？对你有认证过，对不对？有，其实我后来有鸡蛋里挑骨头一下，因为我看到玉云跟那个小时候昭君的照片，然后后来我跟长大昭君又要拍一模一样的那个角度的照片，对，我就小小的跟导演 argue 了一下。嗯哼，为什么？导演，你都可以叫年轻的时候的玉云，你又装假发，然后又模仿我的表情，可能我微妙一下。可是导演，你怎么没有叫年轻的玉云多垫几个兄弟？不要这样，人家说不定还在发展当中嘛。没有，这是我跟导演 argue 的，就是导演他给你的答案是，导演的答案是，导演说啊，没给。几个真的凑在一起，真的就是很吵到一个。哦，我们有时候在拍戏拍一拍啊，然后那个阿娇姨、满娇姨，他就当你们会安静？你们很吵哎、风纪鼓掌，快安静点，赶快拍小。尤其是他们三个三铁在一起的时候，满娇就说你们很吵，我们要拍戏。对，很好笑。那个老人家有点教训这样，他们三个啊，不干我们事。连接。他们三个。所以你们三个是因为拍这部戏才认识，对，这部戏才认识。一拍戏感情就可以这么好。对，就是其实有不是说没有，你刚刚不是要退群？你刚不是他刚说对戏散人就散可以了吧？戏散人散对，戏散人就散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觉得，我不知道我们三个其实，在前置在上课那些的时候，就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。所以其实，在正式拍的时候，很多有些戏是我们要很开心的，可能围炉或者什么那些东西都是非常自然，而且我觉得如果不是真的有这么好的交情的话，很难去做到这个样子。对，戏都好难，连那种看起来很简单的，比如说我不小心知道自己怀孕嘛，因为年纪还很小就怀孕了，所以我就用很多方法要去流产，光那个就拍到我大概瘦了2公斤，就是在冬天，然后要泡在那个冰块水里，我就泡到真的是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这样。每个人都在替我发抖，然后嘴唇发紫，然后一度我想说，我好像真的会暴毙死掉，然后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就砍卡了，我就赶快站起来，因为真的太可怕了，就瞬间被麻痹。我还想说，还好我有写器官捐赠卡。